很高兴在礼拜天的早晨可以看到大家，可见我们都还活着啊！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到圣殿，或者是你在家里的客厅、餐厅、房间，任何的地方。愿我们今天在开始圣灵在我们的当中，我们用敬拜来开始我们这一个主日哦。好，那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哈。听说有人不会唱，但我这个年龄的一定非常会唱啦哈，所以现在就可以知道是不是真正18岁哦哈。好，我们请大家请起立好吗？敬拜主，敬拜全能的主，敬拜主，敬拜全能的主。来哟！要将荣耀归给他。来，敬拜主，敬拜主，敬拜全名的主，从他宝座能力流出，流到万民。来高举，一同高举主耶稣生命，来彰显，一同彰显耶稣荣耀。敬拜主，敬拜主，敬拜尊贵的主，他将生命尽的荣耀，万王之王。好，我们知道还是不熟，甚至有人没听过，没关系。我们的主这么伟大，这么爱我们，是公义、信实、全能、全知、全在，过去、现在、未来，不会因为我们不会唱，他就没有得着荣耀。倒是因为我们的内心，此时此刻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心放下所有的世上的一切，就是主日。主日就是分别为圣，特别是在线上的我们的弟兄姐妹或我们的好朋友，神知道我们的，所以我们好不好专心啊？主日就是分别为圣，专心来高举神的圣名。如果你愿意，你可以举你的手啊，神都把你高举了，我们哪有不用我们的手来高举我们的手来赞美这位神呢？我们重新再来唱一次好吗？来，敬拜主，高举我们的主，高举我们的主，敬拜主，敬拜全能的主，荣耀，荣耀能力，一切赞美都归给他。阿们，敬拜主，敬拜主，敬拜全名的主，从他宝座能力流出，流到万民。来高举，来高举，一同高举主耶稣生命，来彰显，来彰显，一同彰显耶稣荣耀。敬拜主，敬拜主，敬拜尊贵的主，他将生命尽的荣耀，万王之王。哈利路亚！感谢主，他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当然要来感谢。对我们过去一个礼拜、一年过去的岁月，我们当然要来感谢，因为圣经这样说：凡有气息都要来感谢，来赞美他是爱我们的，是全能的主。我们一起来用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祷告的根据，好吗？一起来，请。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开口赞美吗？如果你有气息，就来赞美吧。如果你想要有气息，就来赞美吧，好不好？我们来称神的名哦，来，一起来，请。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是，我们会懊悔，对吧？
现在你一定有想到，让你很痛心，让你很亏欠，让你觉得哎呀早知道。是，这就是我们偏离了神，好不好？我们要谦卑。我们既然称为神的名下，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就自卑祷告。最重要寻求神的面，还有转离我们的恶行，恳求神的光照，让我们透过以下的时间，我们的祷告，我们到神的面前。他的话语说：“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就是神他听见我们的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1、2、3，我们来赞美我们的神，感谢认罪，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真会造天造地，主啊，你是造我们的神，特别是你是我们是按照你的形象所造，主啊，你范围是这么的美好，但是主啊，我们的不美好，主啊，你知道，你深知道我们的罪里面有那个罪根本的，主啊，我们就是想要人看到我们，主啊，我们就是自私，我们就是自以为是，主，我们恳求你赦免我们，谢谢你，主啊，谢谢你愿意赦免我们的罪，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照我们，主啊，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管教我们，谢谢你引领我们走义路，因着你说只要相信你的，相信你已经替我们赎罪，相信你必要带领我们，必要抱起那我们已经无法再走下去的那颓废的自己。主，我们有时候都自己放弃自己了，主啊，你怎么不放弃我们？是我们这位主就是永不放弃，紧紧牵着我们，他的圣手扶持带领，直到永远。只要是他的子民，愿意相信他的。谢谢你有赦罪之恩，让人知道你是主。谢谢你让我们重新再来，重新翻一个新页。主啊，今天一个礼拜开始，我们从祷告在你的面前，我们翻新一页，我们再也不犯同样的错，我们要越来越像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要为医治跟释放来祷告，我们一起领受神的话来。我看见他所行的道，也要医治他，又要引导他，使他和那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我造就嘴唇的果子，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要归于近处的人，并且我要医治他。这是耶和华说的。亲爱弟兄姐妹，经文里面不只说医治，我们的神让我们先有好的身心灵，然后我们的跟神有好的关系，那么我们的一切，不管婚姻感情、事业、学业，我们跟人际的关系就会顺。所以好不好，亲爱弟兄姐妹，我们要抓对哦。就像粽子要把头抓起来，不要抓那些枝枝末末的，那么就可惜了。你浪费了时间，浪费了你的生命一大圈，但你却忘了最重要的神，就可惜了。我们既是神的儿女，给我们有祷告的权柄，恳求神来帮助我们。如果你有需要，有同工为你来代祷的，请你不用客气，就从位置站起来，那可以到两边，我们的同工穿背心的我们的牧长会到你旁边为你祷告，或者是你此时此刻就想神为你祷告，跟神一起祷告的话也没关系，你就按在你觉得你有需要的地方。线上弟兄姐妹也一样哦，神是要祝福远处近处的人，好不好？我们此时就开口，有需要就请你起立，勇敢的起立，我们一起开口来领受神的赐福。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的应许，主啊，我们的生命你深深的知道，主啊，你知道，主啊，你知道你的女儿，主啊，她身上有多少的癌症，主啊，你知道，主你自己亲手要扶持，主啊，这些不属神的这个异常的变多的细胞，主啊，你自己要来医治，主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主啊，除了你医治我们之外，主啊，即便急或不然，主我们仍然知道，主啊，你给我们的恩
赞美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的身心灵今天的这种状况。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得罪你，但主你仍然保护保守我们，让我们有机会身心灵得着医治，特别跟你的关系。主啊，当我们跟你关系对了，我们的眼睛就明亮，特别我们的心里的眼睛，我们就真知道此时我们的情况，我们要怎么样来调整。此时我们的情况，我们的心，主啊，我们怎么凭信心被你来安慰，被你来陪伴。你是这位与我们一起同在、同苦同欢乐的主。谢谢你这么爱我们，谢谢你紧紧抓住我们，甚至你抱起我们。主啊，此时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你抱起我们双手的温度，因为你知道我们的心已经凉了，我们的心绝望到底，我们凉了的心，有你温暖的手抱我们。谢谢主，感受到你的热力，使我们再次暖和起来，使我们跟你一样再次复活，因为你是这位复活的主。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这个神圣的时刻，谢谢你爱我们、抱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知道你知道我们所发生的一切，而在未来里，主你在我们的未来里，虽然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如何，但主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的未来里，我们就够了。困难一定有，但你应许恩典一定够。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继续为主日，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圣灵怎么样来带领我们？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我们一起来读神给我们的话语，请。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为我们个人的灵命，以及今天有儿童主日，等一下有幼儿的献诗啊，我们为儿童牧区以及我们圣歌队今天圣乐之旅可以顺利求神保守。青年的牧区在暑假的时候各种的关怀的活动，下个礼拜还有青年的义检，我们传道部的哈。那感谢神，愿我们所做的一切能带领人到神的面前，荣耀神的名啊！我们也为第9区的区长翠芬长老、组长美英跟丽英小组长。让我们在回归在实体聚会的时候都没有距离让我们没有障碍，让我们天天能够在家会主 RPG 灵命更新、委身服侍、广传福音。求神来赐福给区长、小组长有百般的智慧、爱心、耐心、热情牧养每一位组长因为我们要学习像耶稣一样，我们耶稣是我们的大牧者，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为我们刚才所提的，特别是今天的主日我们一起来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主，主啊，你是设立主日的主，主啊，我们感谢你，奉你的名，主啊，我们恳求你，主啊，在这里，主啊，在哪里，主啊，我们只要一起来归向你的，主啊，我们今天要来全人、全心、全意来敬拜你的，主啊，你的灵就在这里，主啊，你就兴起，主啊，你兴起叫醒那些主啊还在迷糊当中的，主啊，你叫醒那些主啊你所爱的，主啊，今天没有跟随你的，主，我们仰望你，主啊，你是跟随要我们跟随你的主，谢谢主，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呼召我们来跟随你的主，主啊，你的命令，主啊，你的爱，主啊，你就是要我们每一个礼拜的第一个时间主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准备我们自己，主啊，我们要来朝见你，主啊，不管我们在哪里，主啊，我们奉你的名要聚集的，主你就在我们当中。愿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的服事，主啊，都献在你面前。愿主灵来悦纳。我们要用一句主说的主导文，教我们的主导文，我们一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上帝啊，求你为我们造一颗清洁的心，使我们得以迎接耶和华你恩年的到来。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一起来拍手好不好？主的灵在我身上，他以恩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医治一切伤心的人。主的灵在你身上，他以恩膏你，报告被掳地的释放，被囚的的自由。我们来庆贺，来宣告，耶和华恩年已来到，贫穷已成为过去，神的丰盛已临到。我们来庆贺，来宣告，耶和华恩年已来到，咒诅已成为过去，神的祝福临到。主啊，你的恩典已来到我们的当中，主啊，你的灵已恩膏在我们的身上，主啊，你使用我们，叫我们传好消息给更多更多的人。我们一起从头。主的灵在我身上，他以恩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医治一切伤心的人。对你旁边的人唱。主的灵在你身上，他以恩膏你，报告被掳地的释放，被囚的的自由。我们来庆贺，来宣告，耶和华恩年已来到，贫穷已成为过去，神的丰盛已临到。我们来庆贺，来宣告，耶和华恩年已来到，咒诅已成为过去，神的祝福临到。我们来庆贺，来宣告，耶和华恩年已来到，贫穷已成为过去，神的丰盛已临到。我们来庆贺，来宣告，耶和华恩年已来到，咒诅已成为过去，神的祝福临到。我们来庆贺，来宣告，耶和华恩年已来到，贫穷已成为过去，神的丰盛已临到。我们来庆贺，来宣告，耶和华恩年已来到，咒诅已成为过去，神的祝福临到。我们来庆贺，来宣告，耶和华恩年已来到，贫穷已成为过去，神的丰盛已临到。我们来庆贺，来宣告，耶和华恩年已来到，咒诅已成为过去，神的祝福临到。将一切荣耀掌声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欢庆你的到来，主啊，因为我们知道你恩年已到，咒诅成为过去。弟兄姊妹，请坐。主啊，你的恩年的到来，使我们能够知道，主你掌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洪水泛滥的时候，
四面受敌的时候，不看环境，只要全心来相信，耶稣掌权，他凡事都掌权。我们从头再来一次。洪水泛滥的时候，耶稣掌权；四面受敌的时候，耶稣掌权。不看环境，只要全心来相信，耶稣掌权，他凡事都掌权。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用赞美和感谢迎接每一天。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掌权在每一天，耶稣真掌权。洪水泛滥的时候，四面受敌的时候，我们有困难的时候，主啊，你掌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主，谢谢你。洪水泛滥的时候，耶稣掌权；四面受敌的时候，耶稣掌权。不看环境，只要全心来相信，耶稣掌权，他凡事都掌权。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用赞美和感谢迎接每一天。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掌权在每一天，耶稣真掌权。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用赞美和感谢迎接每一天。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掌权在每一天，耶稣真掌权。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用赞美和感谢迎接每一天。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掌权在每一天，耶稣真掌权。他掌权在每一天，耶稣真掌权。是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掌管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欢迎你的降临，愿你是宇宙的中心，你是世界的君王，我们所有一切都属于你。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再唱一次。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主啊，我们欢迎你，我们欢迎
望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是的，主，你是我们的帮助，你是我们的全能，你是我的一切。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恩膏如雨，浇灌着地，眼未看见，耳未听见，科目更多，看见你的容颜，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恩膏如雨，浇灌着地，眼未看见，耳未听见，科目更多，看见你的容颜，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
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呼求天窗打开，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我们的君王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其实已经降临，只是有没有降临到你的生命、你的心？我们的心有没有打开欢迎这位君王？我们每一天做的决定有没有由这一位君王他所颁布的，在圣经里面的教导我们爱神爱人，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呢？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一个礼拜新的开始，主日的开始，是你复活的时候，你再一次给我们应许。主啊，你是我们生命中的君王。主，我们欢迎你在我们生命里面掌王权，让我们每一天所做的决定，从今天开始，我们愿我们生命献给你。主啊，就像我们所唱的歌，愿你来翻转我们的生命土地。虽然这个是会让我们很痛，主，你会复兴我们，你来叫醒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很不甘愿，我们还想要过跟过去一样的日子。我们不过是在这个教会走走，我们的信仰只是我们的一个高级的一个身份而已。但我们是不是符合主你神儿女的职分？主啊，愿我们今天的敬拜从此时开始，你圣灵在我们的当中。主啊，允悦那我们所在你面前所唱的，我们所荣耀你的一切归于你，也让我们的生命归于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今天有没有第一次到我们到教会迦南教会新朋友来宾的介绍，第一次到我们当中有吗？好，我们都欢迎。我们是这个礼拜第一次到教会，我们给自己来掌声鼓励好吗？耶！感谢主哈，我们愿意分别为圣这个时间。我们就要欢迎我们自己哈，欢迎我们自己到神的面前，又是新的开始啊哈。好，我们来消息报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1楼有少家他们自己做的月饼，那么我们也可以来支持他们哈。那我们就到楼下去选购那另外就是我们要庆祝教会57周年哈迦南57一起回家好吗？那所以我们会有做一个纪念衫，那我们要征稿哈，所以欢迎大家可以8月31之前可以把你要写的这个这个教案不是教案图案哈我们来参加这个比赛哈另外就是我们头发需要剪吗？尤其是青年哦哈，我们要登记的哈下个礼拜6我们传道部有一个学生义剪哈，一剪就有型我记得有那个海报哈，他写得很好，一剪就有型，剪一剪哈，一剪就有型哈，好不好？我们邀请我们的年轻的朋友一起来。另外我们看到我们很崭新的1楼哈，新掉掉啦哈，台语讲就水耶哈，所以我们好好爱惜好吗哈我们避免有比较尖的东西去刮伤这样子哈，我们好好爱惜我们的这个教会哈，神的家尤其在大门，我们现在大门很特别哈，我们是这个。轻轻的我那个专业的名词我不知道，但我只知道怎么用了哈。它是用油门的我们轻轻推开，然后你不用用力按它，它会自己在回复要把门关起来。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没有关系哈，我们楼下我们的郭弟兄哈，或我们的同工，我们可以来看怎么样正确的使用，使我们上帝家的东西我们更珍贵哈。我们不会一下子就弄坏哈，而是我们会
越弄越习惯，越弄越好哈。这个门代表是我们教会，代表上帝的门面哦。好，那上个礼拜是父亲节哈，我们上个礼拜如果没有在我们的当中的，这个礼拜我们持续会发你有出席，就是你现在在我们现场，你上礼拜没有领到父亲节的有吗？父亲节的礼物，这个超好的哦，定位哦。好，请你起立好吗？上个礼拜你没有领到的，请你起立。我们好，来，哇，好，我们的同工哈，好，要来给大家一个定位哈，定位是很重要的哈，定位我们才知道我们的手机哈，这个在哪里哈，我们人要定位对不对？我们才知道我们是谁呀哈，我们可千万不要定位在这个恩典之外哦哈。好，我们恭喜，我们也这个父亲节补说一下哈，父亲节快乐哈。好，那这个定位了，如果不知道，我们也是可以问我们的同工要怎么做哈。其实 Google Meet 的Google 一下哈，我们其实就可以很知道哈。生日助学金是我们的教会的成年人对学生的一个鼓励哦哈，就是我们只要是生日的你可以按照你生日的岁数你可以来奉献之外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年轻学子哈可以来申请即日开始我们已经在申请了，所以到9月11日所以请你赶快来申请哦，好。来，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会发现很多人不在尤牧师带领圣歌队到鹿港教会去圣乐之旅，也求神来带领他们呢今天下午回来能够平安的回来哈。那我们用很不舍的心我们的教会的最长的长辈让我很佩服，就是他将近100岁才受洗的我们的詹医师的这个阿嬷哈。詹碧珠姐妹哈，她在睡梦中安息主怀101岁那我们这个礼拜6，我们一起来与这个哀伤的人同哀哭哈。那下午2点在教会有举办告别礼拜，请我们预备心，也为这个家庭跟家族来祷告。我们一起来领受神今天给我们的金句，我们一起来读说。耶和华，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看哪，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他必治理我的民。”撒母耳记上9章17节，再一次来请。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看哪，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他必治理我的民。”撒母耳记上几章？9章17节。谢谢。好，那我们来奉献哈。基督徒是我们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用祷告坐在位置上就可以哈。那我们一起用我们全人全心全意将自己献上哦，不管是金钱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长能，我们用这首歌来献上我们感恩的心。献上感恩的心，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平安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
的上帝，感谢您，让我们在这个礼拜又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献上感谢，因为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是你一直用你的恩典以慈爱不停地怜悯着我们，我们为此献上满满的感谢。也因着我们在过去可能遇到很多的事情，让我们感受到灰心丧志，甚至无力的时候，主你一直在我们的身边，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刚强壮胆，在面对未来的一切，知道有主你给我们的带领，让我们满心的平安。如今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时间、金钱及才能，为主来做工，求主你来悦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我们一起要来读圣经，记载在撒母耳记9章15到17节。那我们在读圣经之前我们音乐牧师要先来前情摘要一下这个经文今天我们特别要讲翻新一页，重新开始。那么可见这个不是从第一页开始，所以我们再来前情摘要一下。我们记得吗？在圣经一开始创世纪的时候，上帝拣选一个人，这个人还没有改名之前叫亚伯兰，后来他遇见神，神给他一个名字叫做亚伯拉罕。神赐福给他丰丰富富，但是他就是没有后嗣，他就是没有儿子。但是神告诉他，在他快要100岁的时候说，你将会有一个儿子。果然生了一个什么？以撒然后呢，以撒呢又生了几个孩子？两个双胞胎哦，叫什么？以扫跟雅各。所以请问大家，等一下我们会来看这个有关系，因为雅各呢生了几个？12个，12个小孩本来在上帝所应许给他的地，但是后来饥荒，在饥荒之前，这12个小孩当中有一个被霸凌，对吗？被上帝所拣选的霸凌，这个被霸凌的孩子还被他其他哥哥卖掉，这个名字叫什么？Yes， 约瑟。多谢约瑟台语这个出来了好。约瑟他被卖到哪里？埃及。上帝的手很奇妙，我们以为人要害我们，是吧？他这些哥哥要害他，嫉妒他嘛，要害他被卖到埃及之后，人以为人要做的加害于我的事情，但神有什么力量？翻转转变的力量，让他被卖到埃及，却是一个契机，因为在多年之后。他的故乡，他的爸爸，他的哥哥们，他们遇见了什么？饥荒。于是他们相遇，他们来到埃及拿这个粮食，因为神与约瑟同在，使他在那里神所做的都得以什么？亨通。后来做到我们用我们的话叫宰相的位置，他有大能，他储备所有的粮食，以至于他们就搬到埃及。到了埃及被很好的对待对吗？因为这个是恩人啊。问题是在1代、2代、3代、4代之后呢，当地的埃及的法老已经开始不认识这群人，只觉得这群希伯来人很讨厌，他们很强壮，很会生，然后他们又不是我们的人，那简直就是危害我们，于是就开始要迫害他们。而迫害他们的当中，神听见他们的呼求，兴起了一位，他的名字有点像从水里捞起来的，拯救我们的，叫做什么？大家很熟摩西，他要带领他们，他在埃及的地方受全备的这个装备但最后他因为这个意气用事吗？这个发易怒了他把一个人这个打死于是他开始被这个法老王就追杀，他逃到旷野去40年，被装备，然后40年以后80岁的时候，神要他带领这群的百姓到这样子出埃及，要进入那迦南美地。但还没有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神用几年来在旷野来磨练他们呢？40年40年过去了，摩西总是会怎样？总是要离开这世上，是吗？所以摩西就离开世上的时候，他交代给谁 ？Yes， 跟我们尤伯洪牧师的英文名字一样，叫什么？耶稣呀真没有人讲英文
你们是知道音乐牧师是蔡英文对不对？约书亚的英文名字怎么讲？Joshua 是吗？是。我们从这里可以知道，一路从过去一个人、一个家族、一个民族，都是有没有一个人来统治跟管理？有。但到了约书亚，我们有看约书亚记之后呢，约书亚也是会要死吗？所以，亲爱的大家，我们要记住，人都会死。我们要记住，再厉害的人，再有影响力的人，有生命，就最后会有死亡。不管我们再怎么厉害，因为我们是人，我们有人的罪性，以致我们会死。好。约书亚死之后，这一大群12支派，对吗？我们刚刚已经讲了，从雅各的这12支派当中，有没有一个头来带领他们？开始不一样了。这时候，约书亚的带领传递下去的不一样了，不是有一个头，而是这12支派当中，神兴起的什么诗？不是老师，不是牧师，什么诗 ？Yes， 哇，你们都好懂啊，都有记住哦，啊。就是有不同的士师，那我们就知道，这个12支派到底这次要兴起哪个士师来管理的话，哇，他们就是就会听神的话。如果这个上梁不正，那下梁就歪啊，那这整个国势就变得不一样。那当时候的这个12支派的人民，以色列人民，他们就又开始想了，人就是这样，对不对？想东想西，对不对？觉得我在这样不好的时候就会怎么样？那我们知道事实最后发生了怎样？这12支派当中，他们还互相杠上，对不对？最后导致一个支派叫什么名字？3个字，什么名？最后只剩600个，还没有女性，他们族人可以娶，还去给人家抢人家的新娘。尤牧师讲了好几次，有没有？这个什么支派？生村的霸耶啦，为什么我会讲到这里？因为这个时代也要过去了。今天我们要讲翻一页新页，士师到最后是撒母耳是最后一位的，那他也是先知。先知我们最表面的话来讲的话，就是先见呐哈，他可能会知道一些事情，讲话都会应验，因为他是从神来的。今天我们要翻一页，因为这群人说，看当时候的国际世界，人家都有王一个人来决定比较有效率啊、效果啊。其实他们有没有王啊？虽然12支派，好像不知道这次是谁哪个支派当士师，这次不知道哪个当士师，但他们有没有王啊？有谁？上帝是耶和华，上帝是他们的王。但是他们这个时候看到别的国家有王，决定就好，这个多有效率、效能啊！我们也要王，我们要王。其实，在申命记的时候，神已经说要给他们王。这个王是跟一般世上王不一样，而是这个王他神所拣选的，然后他是要行合神心意的。我们记得吗？合神心意的王被称为合神心意的王是谁？很大的，对。可是这个时候大卫还没长大。今天我们的经文这时候来到，神要拣选扫罗。历史书上说这个是第一个王啊，但是合神心意的大卫的王还没到，可见时机还没到，动机也不对，因为这群人会觉得上帝一定管不着我们，你在太高的地方，我们需要在地上的这位，只要一位就好。动机也不对，唾弃这位神，动机时机都不对的时候，但神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要看哦。有一个人物要上来，这个人物就是我们要读的，这样好吗？这样可以清楚吗？好，那我们在读这段经文，我们就会觉得知道在读什么因为这一位人物出现了。历史书上我们说是第一位王，其实真正合神心意的第一位王是什么？很大的大卫。OK， 好，那我们就来读哦，因为只有3节音乐牧师先读，然后大家读双数来，扫罗未到的前一日，耶和华已经指示撒母耳说：已到你这里来，你要膏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
因我名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好，换我。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看哪，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他必治理我的民。”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刚刚有读，请问扫罗是不是已经要被兴起？他要成为一个什么王还是君？不一样哦。我们说第一位合神心意的王是谁？大卫。大卫那时候还很小，少年人。所以我们再读一次好吗？王跟君是不一样的。好，这次你们先啊，然后我再双数在我来哦。哈，这次你们先哦，来，请。扫罗未到的前一日，耶和华已经指示撒母耳说：“明日这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你要膏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看哪，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他必治理我的民。”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而且我们读了这些话语，不管它是多么久以前发生的事，主都让我们的生命今天听了你的话，我们更能够醒悟过来，我们生命中的王，我们生命中的主是你，是你愿意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拯救我们。但你知道我们今天的境况，我们就像被关在密室黑暗里，我们好像被困住了。但主，你今天要翻新一页，使我们重新开始。恳求你启示我们，也启动我们，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走向你，我们的生命可以走向越来越像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的国家在过去联合国的时候，台湾就像被关在黑室里面，甚至那玻璃都是黑的，谁都没办法来进入。在国际间上，我们看不见台湾。而这一次，大家都知道，美国的众议院的议长斐洛西他进入台湾，就很像是帮台湾破窗，使国际间可以看见我们。因为台湾在国际间过去几十年是黑暗，看不见阳光，寒冷的。因为有太多的事情使我们真的是切心吗？使我们真的是被霸凌跟被边缘化。但因为破窗，而使我们有阳光、有温暖进入到台湾。当然，我们被翻转的土地，我们一定要沉得住气，一定会有变动。但在这变动当中，我们的神告诉我们，他与我们同在，他是我们国家的主。在破窗之后，阳光进来，温暖进来，我们就知道哪里我们是需要被调整的。我们就更认识这一位编织历史的上帝。特别是在台湾的历史，我们如果回顾，我们看到圣手扶持，而台湾的民主的运动，我们也看到神的儿女们其实更共创了台湾的历史，尤其是民主的历史。感谢这位上帝，他掌权。但今天的情况，怎么感觉是歹戏拖棚呢？那这个歹戏拖棚在台湾跟中共当中，在全世界，乌克兰跟俄罗斯也一样，全世界在这样子环境，整个地球暖化，而我们看到这个天气，真的是很让人害怕。这样子的歹戏什么时候可以结束呢？在圣经里面，经文今天我们看到扫罗那个时候也是在士师，已经是最后一位。
撒母耳的时代，他们也是一样，在那黑市当中，暗暗的这个室内，甚至于不敢出去，因为在外面有非利士人，在外面有很大的强队的敌军等着要攻击他们。但神听见人的哀求，今天的经文就看到这一位这个上主非常爱他的子民，时间到了，他要来呼召一位。这一位从刚才的经文我们看到就是扫罗，而扫罗他其实还懵懂不知啊，他还要去帮他的父亲，要去找他们家里面的动物饲养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就告诉撒母耳，撒母耳是一个先知，就告诉他明天这个时候要来拣选这个扫罗。而扫罗他怎么回应？我们知道以后的回应是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的最小的便雅悯人，是除了他是雅各最小的。”他这句话没讲错。还有什么是上细汉呢？我们刚刚已经有讲过那个历史。因为他的族便雅悯族，他们做了坏事，以至于差一点被灭族，只剩下多少个勇士？600个。他是等于是这600个的后代，而且这个600还去抢人家的什么女孩子当新娘，所以他有一种说：“我的上细汉的啊，我是最小的啊，你为何对我说这种话？说你要我去治理百姓呢？最小的顺位，那么。”我们就会有小眼睛、小鼻子。我们看到这个今天读的经文，我们回去可以再看。音乐牧师用口述的，他们去找他父亲的这个动物，然后他的仆人他们找不着，这个扫罗就说：“那我们赶快回去吧，因为我们出来几天了。那到时候爸爸不是担心动物不见，是担心我们不见啊，我们赶快回去。”就在他旁边的仆人说：“在这里有个神人呢，应该就是先知，但是。”看起来，扫罗他不知道要找上帝来帮助，我们就可见，在扫罗的心中，他其实没有神，他对神的认识是还不够。他说：“这个神人仆人比他懂，对吧？哈，凡他所说的都应验。我们不如往他那里去，或者他能够将我们当走的路指示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多么想。我们当走的路，神指示我们。尤其我们要做重要的决定、关键时刻，我们总希望神指示我们。台湾此时此刻也是，我相信你的家也是，你个人的生命也是。但如果神真的指示你走的路，你愿意吗？神说：“这个时候，请你放下那些你汲汲营营的，请你放下。”请你放手吧，给你的孩子高飞吧。神如果指使我们的路，已经指示我们的路，当走的路，神说你就是全心全意来跟随我，不用想太多，我的恩典够你用。虽然你一直说困难一定有，但我们会愿意跟吗？我们的罪性是有一定的防卫，是吧？我们的罪性像什么？音乐牧师穿的这个很白很亮的衣服，对吧？但我们知道吗，亲爱的大家，我们的罪性就是像我里面的黑衣服。黑衣服很好啊，黑衣服才显出白色的亮啊！亲爱的大家，你知道吗？我这里面的衣服是怎样破掉的呀？我们的生命不是这样吗？我们外面很好看啊，很白，白闪闪，光鲜亮丽。牧师，你在这边光鲜亮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神给我们当走指示的路的时候，我们以什么看什么？我相信以后你看牧师穿这件，就会想到我里面衣服是破的。这就是我们人，我们会被一些事情所定位，然后我们就论断自己，论断别人，这就是论断。你怎么知道我下次里面穿的牧师袍换别件呢？你怎么没有想到这个人他会改变呢？半年前2月17，钟贤哥躺在那边，然后3月17、4月17、5月17，他都是还不能走路。
那么你以后想，哎，忠贤哥就是这个拿个拄个拐杖啊，然后哎，我们以后都要帮助他啦。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怎么没想过，他以后还是会恢复，他还是能用走，虽然可能走得不漂亮。现在他在练习怎么走漂亮啊？因为医生说，哎，你嘛太少年了，67岁呢，走漂亮一点，拿出你男子汉的，哎。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罪性防卫是什么？哎，那个人就是安内啦，啊，那个人就是这样啦，我们就犯罪了，我们就得罪神了。就像我们要来看这一位扫罗一样，我们虽然今天看到他以前，他在还没有被神呼召之前，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孝顺的，我们会看到是他是一个好像是谦虚的。也是一个不知道、搞不清楚状况的人。我们相信撒母耳那时候已经很有名，但是我们这位扫罗先生竟然到撒母耳的面前，还问说：“哎，请问新建住在哪里？”我就是撒母耳，你还问我？虽然我们的扫罗先生是这样，但是我们的神不要我们就论断这位扫罗。虽然那时候以色列的国境已经是被外敌欺负到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尤其是非利士人，但这位上帝听见哀声上达于神，神就眷顾他们。即便神的心意，那个王第一个王大卫还不是时候，但神顺应我们所困境中，他兴起一位君王来带领。神就是这么奇妙，在我们人真的很困难，也跟他呼求的时候，他要翻新一页，使我们重新开始。我们相信吗？相信吗？相信，阿们。即便小小的一个声音说相信，即便你没有说出相信，即便你没有说出阿们，我们的神仍然翻新一页。但我们有没有参与这个翻新一页？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跟神一起编织这美好的？我们的人生有没有被神用？这个我们确实要自己负责哦，我们要跟上帝负责。在翻新的这一页的开始，就是告诉我们士师的结束。因为牧师刚才也讲了这样子的这个历史的过程，就是我们看到士师，这是最后一章的最后3节。我们有看到便雅悯他们就怎样，他们就去抢这些跳舞的女子为妻呀。最后他说怎样？他们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啊，代表士师记的结束。接下来就是什么记？撒母耳记。撒母耳记当中就是神翻一页，要从撒母耳一直翻到今天的经文扫罗，没有错。扫罗是便雅悯中最小的这个支派当中，当然他也因着他们的犯的罪，见不得人的罪，以致所有12支派聚会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一定被笑。哎呀，你们的祖先就是做那些事。但我们的神没有要论断，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就是不论断，也兴起扫罗。当然我们可以知道他被兴起的时候，有些人是不同意的，以后的经文我们会看到。这位神也因着人民苦苦哀求，就怎样允许，不是出于神，不是神的心意，但如果你苦苦哀求，好吧，神允许。如果你16岁未婚就要生子，神就说好吧，我的恩典够你用。在历史当中也是，神就说好吧，让你们立一个王。我们知道扫罗，我们看他很多状况以外的哈，他虽然是一个好儿子、好父亲但他如果要坐上这个君的位置，他是需要被预备的，是吗？我们的神看见他，说不会是我啦，是谦卑还是自卑？
还是主，我是你卑微的仆人呢？我们看到，继续看迦南之声，我们就会不断一直在重复这些经文。我们来看看，认识扫罗，其实在扫罗身上有我们自己，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哦。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按照神的旨意，是无可取代的。神的心意就是要立一个王，大卫王。但在这之前，神允许，神不是说好啊，你也没好处在你去啊。神没有，神也为扫罗预备什么？新的心。虽然我们今天没有读，但是神的心意也是说，没有就这样论断扫罗，没有，因为他既然兴起那个最小的、最被看不起的、最美，好像世人看不中眼。虽然他爸爸是地主啊，是勇士啊，他的家族可见也是有一点绅士啊，但是神就是预备他不清楚状况的人，也给他一个新的心。虽然我们今天没有读，但下一章就要讲神怎么样子允许事情发生，也会让你一步一步的走上神恩典的道路。这就是神的慈神爱所。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所信仰的圣经，如果一个字叫做爱，如果是一句话，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因为我们的爱有的时候会溺爱，我们的爱有时候没有界限，我们的爱是只爱我们自己的人，不爱别人，这个叫自私自利。我们就爱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爱我们自己所办的这个事务，我这个部门，我这个部，但我不管别人，就是自我中心，自以为是，我的办法才是办法，别人的办法都不是办法。所以爱有一个标准，第一个行公义，有没有公义？很神的标准都有了，有没有一个怜悯的心？此时此刻，这个人他才刚刚进入教会，他才刚刚就职执事，或者是他才刚刚当长老，他其实有很多不知道的。有没有怜悯？是，即便他可能不合我们的教会法规，和我们教会的做事的模式，有没有怜悯？行公义，好怜悯，再来呢？存谦卑的心。主啊，你说了算，你的旨意不要只有这样，要行动，与主同行，一定要把我们所信仰的活出来。那么这个信仰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力量，是什么力量？是主使我们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和使我们去探索所有我们生活中的问题，是一个力量。或许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或许神已经掌权，那么主啊，我在这边干嘛？我祷告干什么？你都已经历史都掌权了，祷告有用吗？圣经不是也读到说，我们还不知道，神都已经知道，我还祷告干什么？都给你说就好啦。亲爱的弟兄姐妹，音乐牧师邀请大家来祷告会，不管是线上或者是实体，我们就是来祷告就对。祷告不会让事情变伟大，你做的事情变成是一个大事伟大，我能做什么大事？不会，但是祷告本身就是大事。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事情就发生，我的心被主来改变。还有我没有祷告的事情，可能有些事情就发生了。我们看到摩西在山上祷告，一祷告，约书亚跟那个一起祷告，就下面就赢了，他们就赢了。没有祷告，就也有事发生。所以我们有没有祷告，都有事情发生，就在于你有没有祷告，这个事情跟你有没有关，你有没有份？祷告是用来做什么呢？有。我的王是谁呢？是你的工作，是你的家庭，是你所爱的嗜好，是你的什么？是你的目标，是你的梦想，是你的计划，
好不好？我们让祷告多一点，让这个王字变什么？王多一点变什么？主。让我们的王变成主，你是我的主。我们祷告多一点，我们可以摸着神的心意。多一点祷告，王就变成主。主啊，愿主你的心意成就在我身上。历史你掌管，但在这长恒的历史之中，我有我的责任。我知道你拯救的计划，我能够有行出合神心意，因为我透过祷告、读经、不断聚会，有大家一家人，迦南教会一家人，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器皿。因为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死，亲爱的弟兄姐妹，记得我们一定会死。那么我们今天做的决定会不一样，因为我们死是真理，每一个人都有一生，一个生一个死，然后死后一定会有审判。我们神要看的是我们在世的这个有限人生，我们有没有合神心意，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器皿呢？我们要一起要来唱这首歌。当我们回应神这首歌的时候，音乐牧师要邀请你想一下，你最近要做的事情，你有没有要让神来决定的？我们多一点祷告，让我们的心中的目标，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王。我们请起立。洪水泛滥的时候真的快到了，世界各地我们看到地球暖化，气候极端不远了，但神掌权，四面受敌，这个常有的，但神掌权。所以邀请我们不看环境，全心来相信神。洪水泛滥的时候，耶稣掌权；四面受敌的时候，耶稣掌权。不看环境，只要全心来相信，耶稣掌权，他凡事都掌权。来哦，耶稣掌权，把你的手伸出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用赞美和感谢迎接每一天，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掌权在每一天，耶稣真掌权。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不要神牵着你的手呢？他掌权，你要不要让他牵到任何时候呢？如果要，好不好？伸出你的手，让神来牵你的手，神永不离弃你哦。我们一起再从头唱一次。洪水泛滥的时候，耶稣掌权，牵着你的手。洪水泛滥的时候，耶稣掌权；四面受敌的时候，耶稣掌权。不看环境，只要全心来相信，耶稣掌权，他凡事都掌权。高唱，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用赞美和感谢迎接每一天，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掌权在每一天，耶稣真掌权。再来一次。洪水泛滥的时候，耶稣掌权；全面四面受敌的时候，耶稣掌权。不看环境，不看环境，只要全心
相信耶稣掌权，他凡事都掌权。哈利路亚！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用赞美和感谢迎接每一天。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掌权在每一天，耶稣真掌权。主，你真掌权，你掌管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主，我们的手。主啊，有多久以前，我们的手没有被牵过？谢谢你今天晚上、今天早上，你用你的圣手再次来牵我们，使我们知道你掌权。我们所有担心，我们所有的不确定，我们所有的沮丧、难过、挫折，我们的哀怨，主你都知道，你也掌权。主，你要亲手带领我们走过每一天、每一个时刻。会是高山低谷，一定是，还会有许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但主，你紧紧牵我们的手。即便可能是有一天我们躺在加护病房，没有人可以牵我们的手；即便在防疫期间，我们的病房没有办法有亲人。在隔离病房中，主你仍然牵我们的手，因为你永不放弃，直到我们见你的面。你不只牵我们手，你还抱起我们走那我们走不下去的路，因为你知道我们愿意为你而活。愿主耶稣基督拯救之恩临到你们，以及你们关心的亲朋好友，你们关心的事情上，因为这一位救赎者仍然活着。上帝的爱带来完全的医治，使人跟他和好，跟自己跟他人来和好，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支持。即便我们已经歪七扭八，我们已经倒地卧地不起，卧床不起，神的爱仍然可以成为我们支持，引导我们，也陪伴我们走下去。因为他是圣灵，是保惠师，保护我们，使我们生命一生一世都有主的恩惠。从这里出去，回到我们的家，回到工作的地方，回到学校，回到这社区的每一个角落。那个角落或许是一个黑室，但主你就是光，你要破窗进入那个密室黑室中。主，你要拯救我们，使我们有光，因为你就是光，你有温暖，你滋养我们，使我们可以重见光明，在光明中我们有你的平安与喜乐，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一起要来唱一首歌哦，我们来回应我们的神，来庆贺，来宣告。我们来拍手咯，来，预备跳进来哦。耶和华恩年已来到，贫穷已成为过去，神的风声已领导，我们来庆贺，来宣告。
耶和华恩年已来到，咒诅已成为过去，神的祝福临到。神的祝福已经临到，祝福每一位，请坐。我们今天的礼拜到这里啊，我们线上的弟兄姐妹跟朋友，神的祝福已经临到哦，欢喜迎接每一天。